兄姐平安。最近天气，前2天敢好天嘛吼，但是阁落雨，天气变化较大，天气嘛渐渐较冷，请咱大家爱保重。咱倚靠上帝，伫个恩典内面，咱每一天拢会当用感谢的心来学乐伊。咱今仔日嘛，感谢上帝，互咱来伫遮组织。 无论伫线顶，还是伫遮的兄弟姊妹，上帝拢祝福满满。当咱即时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赏赐你的独生圣囝救主耶稣基督，伊的保护，阮的救主来赎回阮的性命。阮感谢你，祈求圣神来充满伫阮的中间。 帮助阮搁较明白你的话语，体会你的旨意，帮助阮行出你所欢喜的。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恳求主你带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平安，真欢喜，咱会当搁伫上帝这个主日吼，设立的主日，咱会当伫遮三个来敬拜主吼。咱来锻炼今仔日的诗歌，请咱献开第9首。第9首万有三甲自集欢喜吼，咱来到上帝面头前，三甲欢喜来自集。 来敬拜上帝，咱来唱第一首甲第1节甲第2节，好。有三甲自集欢喜。 这拢是足熟的歌啦吼，请咱献开481首，咱的月歌481首，咱这已经唱到足一遍啦吼，毋过无要紧，咱搁来唱吼。 主
咱再来献开144首。144首吼，我真爱唱这首歌吼。咱用祈祷的心，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吼，主的确要听咱的祈祷吼。咱谦卑拍拜伫伊的脚前，心神一定稳定安宁吼。咱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咱是要来敬拜伊。咱唔通甲世上下遮的艰苦重担带来到圣殿吼。将这个咱拢暂时甲放下，咱专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安尼吼。第1节、第2节。我是我，是我宝座，做别条马的路，要比跑跑的你看见，心心稳定安宁。第2节。第4节。请苏琴哥甲咱弹一遍，咱轻轻来唱第1节，来进入咱的敬拜吼。第1节。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趁早找你。伫抗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干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调记你，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下面请咱来吟圣诗，圣诗第481首，圣诗第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意，基督恩典自治合意。独一上帝的，独一的主，共一个神，共一个听，对一个圣神领受共一洗礼，咱属主家民，结连一体。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481首。请坐。下面请咱三角来读主导文，伫咱书报第7页主导文，请咱三角来读。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下面请咱三角来启应，咱要来看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篇。罗马书第10篇，请咱三角来启应。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因为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告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掠偌遐尼水。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
启用到遮，下面请咱搁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真欢喜，万有三角自真欢喜，阿罗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阿罗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咱三角起立来吟圣诗第9首全诗。请坐。这时，请咱三角安静心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愿一切荣光拢归你的圣名。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无别的拯救。伫个即个圣神的早起，求主你的圣神恩膏大大充满我，互阮的敬拜甲学乐拢受你的欢喜。愿伫个天顶的爸，阮的主，阮有真侪人每一工的生活，可能拢是伫个压力的中间来度过。求主互阮有即个能力来排解，若是有排解袂掉的压力，求主互阮有智慧来运用。若是阮的智慧无够野，求主你当行你的心力
将阮所困扰的问题来解决。阮嘛要将阮心内所想、所挂心的全然交托予主你。亲像圣经顶头有记载讲，捌你的名的人要我靠你，因为耶和华，你袂捌弃杀找你的人。阮的主，感谢你的保护，互病毒的疫情虽然对全世界有造成真大的伤害，总是阮台湾会当伫你的恩典的内面，会当维持着正常的生活，社会经济嘛无因安尼来崩盘，嘛会当互因为即个疫情来失去性命的人会当减受到上少，医疗的体制会当正常来运作。这是主你互阮台湾人的满满的恩典，阮要感谢你。嘛求主会当继续保守台湾即个土地，伫咧未来，阮嘛阁会面对着真侪个内外部的挑战甲威胁。求主教示阮爱时时保持警戒。嘛求主，互执政者会当有够爷的智慧甲能力，来为着保护台湾人民做正确的决策甲行动。为着安尼，阮要迫切向主祈求。主伫咧过来到年底的即个时间，教会嘛要来举办感恩节甲圣诞节的逐项的庆祝纪念的活动。求主看顾阮所备办遮的活动的过程。遮个活动嘛需要搁较侪兄弟姊妹来参与甲同工。求主感动阮众人的心，欢迎投入来帮忙，互遮个事工会当顺利来进行。阮嘛希望借着办遮个活动，会当邀请搁较侪毋捌你的人，欢喜入来阮的教会来亲近你。阮要借着啉食、音乐、诗歌、生命的见证，逐种来分享主你听的美好。愿搁较侪人会当来体验即个美好。阮嘛要将阮所备办的恭恭敬敬摆伫咧主你的面前，求你接纳。只是求主你安静阮每一人的心，互阮全心全意来敬拜，来领受主你通过牧师所要传扬的信息。愿阮将阮所听到的、所得到的，拢放伫咧阮的心内，并且咱实行伫咧阮每一天的生活中。阮安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请咱来看上帝的话，伫咧要看圣经旧约约珥书第2章，约珥书第2章的23节到32节。伫咧咱台语汉语本的旧约是1006页。圣经约珥书第2章第23节。锡安的百姓啊，恁着快乐，为耶和华你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用前的雨及时赏赐恁，为着恁落雨水，就是前的雨、后的雨。甲以前一样，五角场要有卖满满，窟中的新酒甲油要满出来。我找到恁中间的大军队，就是第1种、第2种、第3种、第4种的草莓，所食遐的年冬，我都要行恁。恁毋要食来知足，也要学乐恁的上帝耶和华的名，因为伊为着恁行奇妙的事。我的百姓的确永远无见效。恁就要知我伫以色列的中间，搁知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以外无别个。我的百姓的确永远无见效。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凡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伫遐个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鲁比。我要显明基事伫天里、伫地里，火、甲火、甲火粉会跳。日头要变黑暗，月要变做火。伫耶和华大搁通行的日，会到的大声。到迄时，既有求叫耶和华的名的，要得着救，
因为伫锡安山甲伫耶路撒冷要有逃脱的人，照耶和华所讲的，伫村的百姓中要有耶和华所调的。咱圣经读到遮，只是咱要来请圣歌队来赞美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因我全心意。
即时咱们请牧师来讲道，今仔要讲道的题目是一切拢要发生。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互阮无论伫倒落，阮拢自执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的信心引带阮来明白你的话语，行伫阮的生活中，成做阮信仰的基础。即时刻，愿恳求上帝伫施落灵敏稳定伫阮的内面，引带阮进入到你的话语的中间，互阮明白。愿主你看顾引带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是伫约珥书。约珥书其实是对咱来讲是一卷较少咧读到的先知书。约珥的即个生平的故事资料其实无讲介济。伫圣经学者因咧查考约珥的时阵呢，其实无法度得到更较多的资料来了解伊的生平，所以大约敢若会当来推断讲，即卷册大约伫主前500年前，还是400年前左右，有可能是伫波斯帝国咧统治犹太迄个期间，所以约珥书伊咧描写着巴勒斯坦伫有即个蝗虫甲一个大扫的即个灾难的即个发生的时阵，伫迄个时刻，上帝的话临到先知约珥的身躯顶，所以约珥对安尼去看到上帝要处罚的日子要来啊！特别是对一群无要听上帝话语的人咧讲话。所以伫旧约的先知书内面，咱若对所有的先知书来看的时阵，拢有一个真特别的咧讲说明的是，上帝呼召先知来甲人讲恁爱悔改，然后讲恁若愿意悔改来上帝的时阵，上帝就会赏赐福气。所以咱看到伫约珥书一开始第1章的时阵，伊敢若真简单咧介绍讲，伊是比托尼的囝约珥。约珥这个名，伫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上帝。约珥这个名伫当时嘛真普遍，所以圣经学者咧研究讲，伊的身份到底是啥物？伊无可能是祭司。敢若搁甲圣殿内面的祭司有淡薄仔关系，所以咧要讲约珥，真有可能是耶路撒冷中间的一个居民。不过，无论伊的身份是怎样，约珥书确实咧记载着上帝的应允甲上帝的作为。咱若对旧约内面会当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了后，一代传过一代，即个整个的过程内面，出现了真侪届背离上帝，阁有真侪届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伫即个一届阁一届中间，以色列人背离到对落的时，上帝就差遣先知来对因讲话。伊传达出迄个上帝爱因了解的信息。约珥书，咱今仔日所读的是第2章。约珥书真短，总共是3章。不过，约珥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有2项。第一项是咧表明上帝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审判的时要来啊！这种审判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真严格的一种灾难，因为原本以色列人认为讲，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形状况的下面，上尾迄个日子来的时阵，上帝一定会拯救因。这是因一个真深的一个概念。所以等于咧讲，上帝审判要来时，因开始会惊吓。
杨律师第二个主题是咧讲爱悔改。即个爱悔改，就是爱较紧的，爱真清心的有悔改。所以伫用你的信息的内面，咧强调即个悔改，是爱透过一个祭祀的礼仪，透过这种礼仪的方式来表明因要悔改。这嘛是用你书一个真特别的特色中间，因为透过祭典的礼仪。来表明要甲上帝夫妇的关系，用你认为，这个就是互上帝欢喜的一种方式。用你认为，这个上帝是满有恩典的上帝，因为上帝要互因甲因的祖先的这个约，来描写以色列百姓所犯一切的罪。其实这种概念。上帝要描写以色列人，嘛是诗篇内面一直咧描写的信息，嘛是咱若看其他的先知、约拿的个别的内面，嘛是有这种的情形。不过，透过礼仪的方式来表明因甲上帝的关系，伫其他的先知书内面有无共款的看法。不过，咱今仔日所要看的是《约珥书》内面的，所以咱若对第1章到第2章，咱会当看到先知约珥用这个蝗虫虫来比喻着上帝要互以色列百姓的处罚，哪亲像这个蝗虫过境共款，伊要毁灭了以色列人所有的食物作物。其实这种比喻已经真明显啊，因为这种的结果是互因所生产所食的农作物拢损坏去啊。咱若看到收成欠收的时，那呢会造成的是啥物？饥荒。当饥荒来的时阵，因连食物拢无的时，所以上帝用这种方式。咧处罚遐无顺服的百姓，这种处罚的方式，咱若回想伫出埃及记的内面，埃及人嘛有经历过这种互蝗虫所处罚的这种方式。所以，这种方式，咱若看其他的先知，这是其中的一种。其他也阁有是战争，也是有瘟疫伫咧。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讲，这种用虫来处罚，就是一种比喻的方式。这种比喻其实嘛咧比喻讲，迄个北方的这个强大的敌人，埃及甲巴比伦去。所以用你其实要讲的是，上帝伊要来到要临伫因身躯顶的这个处罚。讲了后。用你就真大声咧呼吁着以色列人爱悔改。上帝讲，这个时刻，恁犯罪违背迄个律例诫命，恁这个时刻要悔改也袂慢。只要恁用敬正、哀哭、提出恁的心来悔改，来归向我。但是呢，你用拆离恁的衫的这种方式呢，是无用无路用的。上帝爱因是用真清心来为着家己所犯的罪来忧伤，爱因对内心内面来悔改认罪，安尼才有法度真正归向伫上帝面前。上帝毋是干那要处罚因尔，上帝爱因知。爱因知上帝是一个有恩典、充满怜悯的上帝。爱因知上帝毋是凊彩就受气的，因为伊对所有的人有一个丰盛的慈爱，伊随时拢咧等咱悔改，随时拢愿意了解咱每一个人。所以咱看到《约珥书》第2章咧记载的时，因为以色列人若愿意悔改，上帝会改变伊的主意，上帝会改变伊的心意，就享受迄个丰盛的恩典伫底。这个丰盛的恩典是甚么呢？
圣经内描写甲真清楚，就是迄个五谷、好啉的酒、甲橄榄油，拢会得到满足。互别国也是敌人，袂阁因为因失落伫即个丧香，失落伫即个无够食的即情景的内面。上帝嘛赶走，要来毁灭以色列人，攻击以色列人的遮的敌人。所以咱看到伫约珥书内面，上帝的保护，伊讲你毋免惊，因为上帝要成就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是甚物呢？就是迄个芳远的土地，要搁一解恢复迄个生机。芳远的土地，要搁一解有肥起来，互即个满地拢是青翠的草埔，互迄个果树会当结实累累。特别指明讲，迄个无花果甲葡萄，要生出迄个真甜搁水的即个结实地咧。这是上帝爱人悔改了后的祝福。今仔日咧落雨，其实即个雨落真久啊，落2-3礼拜啊。有人讲落到吼，我拢感觉要安怎臭扑去啊。总是咱爱想，当雨来的时阵，有可能造成有一寡地区有灾害。咱若有咧看新闻，会当知影讲，真侪山区拢已经安怎山崩无法度行。特别咱暑假的时阵，咱有去到巴林教会，迄条路即马无法度行，因为崩山的关系。但是咱看到咱的水库，毋知恁有咧注意即个水库无？水库其实每北部这边真侪水库拢已经满，就开始咧泄洪出来。水库满，代表着咱生活会用的水，做田咧田内底爱耕作的水，工业所爱用的水，拢有够野。虽然圣经内面讲，天降落雨水是照着时间来，天降落雨水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看到伫经文内面讲到，上帝降落迄个前的水，甲后来的水。即个前的水就是秋天的雨水，后来的水是春天的雨水。即种照时落的雨水，互以色列百姓有丰收的即个作物伫地。秋天的雨水，甲春天的雨水。伫圣经中间，定互提出来。伫诗篇、伫其他的书卷内面，拢有讲到。迄是因为伫当时迄个地区巴勒斯坦，伊对每年的10月开始，伊就开始落雨；对每年的3月开始，嘛会落雨。所以即种落雨是一个作物咧种植的一个期间。伫春天落的雨水，会当伫迄个时期，互即个土较松较软，会当互即个雨水流伫即个土的顶面，会当有养分伫的。伫春天，迄个雨水是要互遮的作物会当大长，所以伫巴勒斯坦迄个地区，伊所播种的时间是伫春天。所以，迄个主要的即个作物麦啊的收成是伫5月份，小麦啊是伫6月份，伫夏季7、8月份的时阵，是咧拍食五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秋天采收葡萄，即个橄榄树的橄榄油嘛，一直到冬天的即个时间。所以，若照安尼看，是因对秋天开始的即个雨开始准备，互即个雨养肥起来，一直到春天的即个时期，互即个种子种落去，开始到热天的时阵，会当开始收成。不过咱人咱拢习惯讲安怎，春夏秋冬，咱
咱拢掠春天最开始，就是即个春天的开始呢，即个树啊开始有。不过，伫上帝律例的定律的内面，是秋冬春夏即个概念伫咧，就是最秋天的雨开始有一个滋润，互新的生命开始复原。才经过冬天的即种寒冷，互生命哪亲像伫旷野内面得到淬炼，伫即个熬炼的过程中间会当蜕变。所以，当春天的雨压落来的时阵，灌压的是生命的内涵。上尾进入到夏天的即个丰盛的五穀新酒的一个丰收，做一年的结束。所以，上帝即个时间次数，咱来定心来看，咱袂当搁用迄个春天最开始，寒天最结束。因为伫每一个节期，拢有上帝一个真奇妙的安排。今仔日咱伫台湾，咱看即个情形是毋是甲伫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有一寡共款呢？即马是几月份？10月份。啊，亲就是圣经内面所描写迄个秋雨前的雨共款。所以，咱安尼咧看时阵，伫昨我去到宜兰，经过迄个田的时阵，宜兰的田即个时阵是安怎？放水互阴调的，昨的雨搁较大，所以伊咧准备，互遮的土地会当有即个时间有肥。咱嘛看到真侪迄个白鹭鸶伫田内面，因咧食遐的物件，咧养饲即个土地。等到要到春天进前播种，然后伫热天的时阵收成。所以我昨伫宜兰的即个田的中间的时阵，我就想到即2天咧准备即段经文，我感觉上帝咧对我讲话。你讲，即个就是我的定律，就是我要赏赐互咱每一个人伫即个恩典的中间。所以，咱应该用上帝所赏赐即个次数，看待上帝的创造。咱会当真真实去领受到对大自然中间上帝甲咱的讲话。咱嘛会当捡到即种秋天的雨、春天的雨，来经历上帝疼痛的恩典。用你，当伊讲了这了后，伊所要提醒的是。当人悔改，就会当搁一摆入来到上帝恩典的中间。进入到秋天的雨、春天的雨的时阵，上帝要祝福因，要祝福因所栽种的这五穀会当丰收，毋那是丰收尔，要放伫即个曝果场顶面，要互即个咧做橄榄油甲葡萄的即个枝仔内面满出来，要甲因讲，过去因为恁犯罪，地到拄着大扫欠收的遐个物，上帝我拢要保赏你。所以上帝应允因，当因对悔改进入到倚靠上帝的日子了后，因毋免搁去烦恼，毋免去烦恼因要啉啥物、食啥物。因为上帝要亲身赐予伊丰富的食物，互伊每一顿拢会得到饱足。这一切拢是上帝咧行迄个奇妙的事，嘛，互其他看轻伊的这敌人，毋敢搁一摆来看轻伊。所以我想，当以色列百姓领受经历过这一切时阵，因真正知影。因真正知影讲，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上帝一定会看顾保护因，无互因阁受到这对敌的侮辱。各位兄弟姊妹，人悔改就进入到上帝计划内面。所以，当伫上帝日子的时阵，上帝要互咱人有伊所赏赐的灵。
这个灵就是要引带咱去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咱真实讲，即句圣经是上帝无分即个年岁，要互人对上帝遐有实来的信息，有迄个奇异的梦，有迄个异象伫咧。你讲的是，这拢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互人有信心的同在。伫旧约内面，其实敢有少数的人会当领受，比如讲基甸，比如讲大卫，比如讲扫罗、先知、士师。不过上帝伫即个时间咧宣布，将来迄个时刻，毋那是干那只特别的人才有法度得到上帝信心。是所有相信伊的，上帝拢会透过各种的方式，互人来领受到伊的旨意。所以伊讲，我要显明的即个新约，即个新约伫将来，恁也袂明白上帝信任家己的悔改认罪进前，即个会代表的有可能是战争的即个小台，有火甲烟。是咧表示上帝临在的记号。火，咱嘛看到，伫摩西看到互火烧未烧歹的即个气皮，就是上帝临在的一个表示。太阳昏暗，月亮亲像火共款，迄个咧表示讲人犯罪至到临到的审判。伫主耶稣基督搁临到的时，进前遮个现象拢会发生。不过，即个有一个条件，就是咱所有人拢无悔改，转到上帝面前的时，这一切的处罚都会发生。各位兄弟姊妹，咱在座的每一位，大部分拢已经宣认啦，宣认耶稣基督是你性命的救主。咱嘛伫心内真清楚讲，上帝是你唯一的上帝。我想咱会当会拄到一寡困难，拄到一寡挑战。我毋知伫迄个时刻，你敢会呼求上帝的名？我毋知当咱认捌着家己犯罪的时，你敢会求上帝赦免你的过犯，怜悯你的软弱呢？我想，咱若有安尼做，上帝一定会拯救你。这个拯救，就是你甲上帝恢复关系，就是你上帝有甲你同在。所以，咱看到今仔经文31节所讲的，一切拢要发生，是咧讲到也未悔改进前，所有审判的情景拢会发生。但是我有另外一个领受是，毋是审判会发生，是悔改了后所享受的这个福气，嘛一定会发生。咱若对加利文伊的教义有5个观点，伊咧讲到这个上帝掌管一切拢会发生的内面，伊讲有一个是完全的对立，因为亚当的对立。互咱所有人受到影响，互咱所有人伫罪恶中间死去，因为咱人无法度家己来救家己。那呢，第二个是无条件的竞选，因为咱人伫罪恶中间死去，咱就无法度去回应上帝。因为安尼，伫即个永远的过去，上帝过去是拯救迄个得选定的人。总是上帝所选的，甲咱的命运结连做伙的时阵是无条件的，毋是咱人去回应上帝，因为咱人无法度伫罪恶的死的中间来回应，咱嘛无法度回应。所以呢，做上帝就用一个有限的救赎，伫旧约的时代，就是特别的人才有法度得到拣选。那呢，伫新约的时，上帝决定要互基督成做遐所有人因的救赎，所以若安尼时，基督的救赎才有法度互所有人
真正完全得到永远的活命。第四个是袂当抗拒的即个恩典。上帝通常将即个恩典白白要赏赐予人，伊会吸引人来到伊的面前。上帝予咱人心甘情愿来倚靠伊，所以当即个白白恩典临到的时阵，人就法度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而且即种恩典是一解得救，永远得救，是上帝通过这所有的人用信心，互因来倚靠上帝。咱人有软弱，所以上帝会互这个人来坚持因的信仰。那安尼来看，上帝所敬调的百姓是袂失落的，因是永远伫上帝看顾保护的内面。那对于加利文的这个互的观点来看，我相信咱在座的每一位，咱拢会当知影，咱已经伫上帝救赎的计划内面。所以，当咱每一个人，你家己愿意悔改，上帝就会将咱对迄个审判中拯救出来。伫大灾难也是审判时，有缘有人会当得救，因为上帝的心意毋是迫害，毋是毁坏。伊无要毁坏这一切，伊手中所做，伊要做的是医治甲拯救之地。所以我邀请咱每一个人，搁一摆去想这项代志，就是这个恩典，咱已经接受啊。这个悔改，咱嘛做啊。咱若这个时刻无去时刻想这项代志的时阵，那呢，上帝拯救咱每一个人，互基督为咱牺牲伫十字架顶的这项事，就甲咱无关系啊。所以，耶稣为咱献上赎罪的祭，了后的果啊，互咱会当有一个愿望，就是永远的活命。各位兄弟姊妹，伫约珥先知书的内面，伊的预言，咱看到真奇妙的是，耶和华上帝一个真互人惊吓的审判日子要来临的进前，伊互信心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而且讲即个恩典是要早前比迄个审判搁较早。迄是因为上帝有丰盛的恩典，伊是慈爱的上帝，伊愿意咱施到即个恩典。这是上帝伊所做。那咧，咱要做的是啥物？咱有应该负的责任，就是爱悔改认罪来归向伊。咱需要有一个军队基础的信心。我想。咱伫即个世界内面，咱随时受到即个世界挑战引诱，咱有时会真正无注意，咱就失落去咱对上帝的信心。用你来提醒咱来悔改。伫悔改时，咱就伫上帝救赎的计划内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知，阮有软弱，阮知，阮有真侪无法度真正用家己掠做头，因为阮只有倚靠上帝你，掠基督做阮的主、阮的头，阮才袂至到失去方向，偏离了主你恩典的道路。阮就帮助阮。互阮每一摆，阮咧反省的时阵，每一摆我咧甲你讲话的时阵，我拢是用悔改认罪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我会检查家己，互家己尽量保持甲你有一个好的关系，保持家己，互人因为通看到阮。就明白，阮是主耶稣的学生。阮无掠即个做见笑，
永远在主的掌管的内面，要互遐看清阮对着的失落，互因无法度来面对上帝。我嘛恳求上帝看顾遐咧排斥阮的人，互因会当透过阮的性命，真正来明白你，互因当悔改认罪，正做伫上帝国度内面的子民。愿主使用阮每一个人，愿主看顾阮，互阮有军队基督的信心。阮安尼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请咱三个来吟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一声阿罗称呼你尊名，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9首。请坐，即时咱要来奉献。
请坐。即时，请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吼，伫个咱酒部的清图的下骹，请咱三角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到迄时，既有求叫耶和华的名的，要得着救。约珥书第2章32节，搁一解吼。到迄时，既有求叫耶和华的名的，要得着救。约珥书第2章第32节。即是我来报告，下周的圣港分担，领唱是廖秀兰长老，司礼是郑一路长老，司琴是张信邦兄弟，献诗是相连甲妇女团契，司献是郭金敦执事甲张恩新执事，交台郭金敦执事甲林春豪执事，音控是施浩轩兄弟甲周律健兄弟，下礼拜讲，华语的部分是领唱是敬拜团，司礼嘛是赵长老吼，那其他咱家己来看。搁拜下礼拜，咱的礼拜是要请王龙昌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经文甲信息，请咱当伫咧厝的吼嘛先来准备。下面请搁咱来掀开咱周报的第6面，咱来看教会的消息。头一点吼，咱教会伫咧11月19号。拜6的暗时，咱5点半吼，咱要伫咧教会内举行咱今年度的感恩节的爱餐的活动，欢迎咱的兄弟会当一家出菜。咱伫咧1楼的柜内拢已经有准备好报名表吼，请咱当去填写，看你要传啥物菜。迄天的暗时7点，伫咧咱2楼的礼拜堂，咱要来举行感恩见证甲音乐的分享会。欢迎咱的兄弟咱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对阵来参加。第2点吼，咱今仔日有圣灵主日学会后，吼11点要伫咧咱的旧堂吼，今仔日是要由咱的郭金敦执事伊要来分享，伊的主题是小当铺台北市大恩典上帝。欢迎咱的兄弟当留落来参加，听伊的分享。第3点，财务组今仔日12点半要伫咧会议室召开会议，请财务组的同工会当来劳保参加。第4点，咱赵以诺长老伊的妈妈吼郭婉珍姊妹伫咧10月17号，就是过去即个拜一安息主怀，享受92岁求主安慰遗嘱。第5点，咱今年度的事工研讨会吼，即马咧预备资料，所以请团契紧来传好了后交互，甲档案会当交互咱的干事来会诊。截止的日期是11月初6。第6点，咱教会今仔日有咧更新停车场使用者的资料，所以若有使用停车场的兄弟，请会后会当去1楼的柜台确认你的迄个资料吼，若有更新的，请你来更正吼。填咧表单内底。第7点，咱教会有在青年少年有来申请奖学金，通过名单吼。国中是李志源、张信仪、王永仪、谢欣；高中是林崇慧、许承恩、黄慧谦；大专林承问、张景元、林崇珍、李玉启、张信群、张丁显、汪博月、吴玉成跟张路佳。硕士班的哈有潘宣儿、张信德、张安杰跟陈楚云，真荣幸因有好的成绩来通过。那伫个下礼拜主日30号要来颁发奖学金，请遮个青少年会当来出席。第8点，咱下主日要邀请真理大学校牧室的主任王荣昌牧师要来咱教会证道。第8点，请咱各个团契伫咧10月底以前。完成咱同工的改选，完成了后，将咱的同工的名单当交互干事来刊登。以上，下面咱的肢体交通也是各项的请咱家己来看吼。那咱的单单的是咱的奉献的明细，若是有出入的，会当用咱的会计，也是咱的干事会出入来订正。以上毋知有新来朋友无？没有吼，我是没有补充吼。安尼，咱请咱来紧线尾的信息第395首，信息第395首，至圣天地阮感谢你，因是说咱要请牧师教导，请咱起立。至圣天地阮感谢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五望，信心的扶持，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咱彼此亲安。